標竿人生第8課，被造是為討神嘅喜悅。啟示錄第4章第11節咁話：你創造了萬物，你享受創造和萬物的存在。詩篇第149篇第4節上，上主喜愛他的子民。神定下計劃，就係要你討佢嘅喜悅。從你出生嗰日開始，神已經隱藏喺邊，微笑住睇住你嘅出生。佢要你存活，你嘅誕生令佢非常快樂。其實神並唔需要做你，但係佢選擇做你，係因為佢享受你嘅存在。你嘅存在係為咗佢嘅好處、榮耀、目的同埋歡悅。你人生第一個目的就係要帶俾神滿足同埋歡心。當你完全明白呢個真理嘅時候，你就絕對再唔會覺得自己微不足道，因為你係有價值嘅。你喺神嘅眼中係咁重要，以致佢要你同佢同享永生。你嘅價值仲有乜嘢嘢比呢個更大呢？你係神嘅孩子。你帶俾佢嘅喜悅係冇其他被造之物可以比擬嘅。聖經話：上帝愛我們，預先決定藉住主耶穌基督使我們歸屬於他，作為他的兒女，這是他所喜悅的，是他的旨意。神賜俾你最好禮物之一，就係你可以享受歡愉。佢俾你5種官能感覺同感情去經驗生命，佢希望你享受生命，而唔係忍受生命。你能夠享受歡愉，就因為你係照住神嘅形象被造嘅。我哋常常忘記咗神也有情感，佢對事物有住極深切嘅感受。聖經講俾我哋聽，神會憂傷、嫉妒同埋生氣，又有憐憫、悲痛同同情。佢更會快樂、高興、滿足，亦會愛、開心、享受、歡樂，甚至發笑。聖經話：耶和華喜愛敬畏他和盼望他慈愛的人。你做任何一件討神喜悅嘅事，都係敬拜嘅行動。而敬拜就好似一粒鑽石，係多面向嘅，要用好長嘅篇幅先能夠詳盡嘅講述。因此喺呢一部分，我哋集中討論敬拜最主要嘅幾個方面。人類學家話，敬拜係全人類與生俱來嘅渴望。神將之安置喺我哋嘅本質裏邊，係要使我哋需要同神嘅聯繫。敬拜就好似吃喝呼吸一樣咁自然。就算我哋唔敬拜神，亦會尋找替代品嚟敬拜。即使最終敬拜嘅係自己，神做我哋擁有呢種渴望，係因為神喜愛敬拜佢嘅人。耶穌話：父在尋找敬拜他的人。基於你嘅教會背景，你或者需要擴大對敬拜嘅了解。你可能以為敬拜係指喺教會聚會裏邊唱詩、禱告同埋聽道，或者你會聯想到儀式、點蠟燭或者領聖餐，或者你以為醫病、神蹟同各樣興奮嘅經歷。敬拜係可以包括呢啲成分，但卻絕不僅係呢啲表現而已。敬拜係一種生活嘅方式。對好多人嚟講，敬拜等同於音樂。佢哋會話：我哋嘅教會以敬拜開始，然後講道。呢個極大嘅誤解。其實教會崇拜節目裏邊每個部分都係敬拜嘅行動。禱告、讀經、歌頌、認罪、靜默、聽道、筆記、奉獻、洗禮、聖餐、簽維新卡，甚至向其他人問安都包括在內。事實上，喺未有音樂之前就已經有敬拜。亞當喺伊甸園嘅時候就開始敬拜，但音樂卻係到咗創世記第4章21節，猶伯出生之後先至開始被提及。
如果敬拜只係限於音樂，嗰啲唔識得音樂嘅人，豈不是就唔能夠敬拜呢？敬拜不僅止於音樂，更弊嘅係敬拜常被誤用嚟形容某一種格調嘅音樂。我哋先唱一首聖詩，跟住唱一首讚美敬拜歌，或者話我喜歡節奏快嘅讚美詩歌，但係我欣賞慢板嘅敬拜詩歌。咁樣就將節奏快、音量大或者用銅管樂演奏嘅稱為讚美，而慢嘅、安靜嘅或者由吉他伴奏嘅就係敬拜，都係誤用咗敬拜呢個詞。敬拜同一首歌嘅格調、音量同速度係無關嘅。神喜愛所有唔同形式嘅音樂，因為無論快慢、新舊同音量嘅大小，都係佢所創造嘅。可能你唔完全都喜歡，但係神卻係會。只要係心靈同誠實嘅敬拜，就係敬拜嘅行動。基督徒對於喺敬拜時候應該用點樣形態嘅音樂，時常有唔同嘅意見。佢往往會熱切嘅維護自己選擇嘅音樂，認為佢哋係最符合聖經，或者係最能榮耀神。事實上，並冇符合聖經格調呢回事。聖經冇樂譜，我哋甚至揾唔到佢哋以前所用嘅樂器。老實講，你所喜愛嘅音樂只係反映出你嘅性格同背景，與神嘅認識係無關嘅。一個民族嘅音樂喺另一個民族嘅耳中聽上嚟可能係噪音，但對神嚟講，佢喜愛並欣賞各種唔同嘅音樂。從來冇所謂嘅基督教音樂，只有基督教歌詞。其實係歌詞而非其音韻，使到一首歌成為聖詩，而冇所謂嘅屬靈嘅旋律。因為如果我彈奏一首冇歌詞嘅曲，你根本上無從知道佢係咪一首嘅聖詩。身為牧師，我經常收到咁樣嘅便條，我喜歡今日嘅敬拜，我從中得益不少。呢個係另一個對敬拜嘅誤解。我哋敬拜嘅唔係為自己得益，我哋敬拜嘅乃係為咗神。我哋敬拜嘅時候，目標係要為討神歡心，而唔係讓自己開心。又或者你曾經話喺今日敬拜裏邊，我毫無得着，咁樣你嘅敬拜嘅動機就錯咗啦。敬拜係為咗自己，係為咗神。當然有好多敬拜係包括咗相交、造就、交通同埋傳福音，呢啲都係有益嘅。但我哋唔係為咗令到自己快樂而敬拜，我哋嘅動機應該係為咗要榮耀我哋嘅創造者，並且係討佢嘅喜悅。喺以賽亞書第29章，神責備人喺敬拜時候虛偽同埋心不在焉，佢哋獻上嘅係受人牙慧嘅禱告、虛偽嘅讚美、空言同埋人為嘅儀式。敬拜嘅傳統唔能夠觸動神嘅心，只有熱誠同埋委身先至能夠。聖經話：這百姓親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卻遠離我。他們敬畏我，不過是領受人的吩咐。敬拜唔係只限於教會嘅崇拜。聖經講俾我哋聽，要時常敬拜他，從日出到日落都要讚美他。聖經記載人喺無論做工嘅時候，喺屋企、喺戰場、喺監牢，甚至喺床上都可以讚美神。讚美神應當係你早上張眼睛之後，同晚上閉上眼睛之前所做嘅事。大衛曾經話：我要時常感謝上主，我要不斷嘅讚美他。如果你嘅人生目的係為咗讚美、榮耀並且討悅神嘅喜悅，你日常生活中每一項嘅活動都可以成為敬拜。聖經話：你們或吃或喝，無論做什麼，都要為榮耀神而行。馬丁路德曾經話：農場嘅女工亦都可以透過擠牛奶嚟榮耀神。我點樣先能夠做每一件事都榮耀神呢？只要將每件事都看作係為主而做嘅，並且喺做嘅時候不斷嘅同佢交談，
聖經話，無論做什麼都要從心裏做，好像給主做，不是給人做的。實行敬拜生活嘅秘訣就係將所做嘅每一件事當作係為耶穌做嘅。要將你平時每日生活上嘅事，如睡覺、吃飯、上班同其他瑣碎嘅事，都當作獻祭放喺神嘅面前。當你所做嘅獻給神，並且喺做嘅時候意識佢嘅同在，呢個工作就成為敬拜。當我同妻子開始談戀愛嘅時候，我每時每刻都係諗緊佢。食早餐嘅時候，揸車返學嘅時候，上課嘅時候，排隊俾錢嘅時候，加油嘅時候，都不住嘅想到佢。我經常自言自語嘅睇到佢，又思念到佢可愛嘅地方。雖然我哋相隔數百里，喺唔同嘅大學讀書，但係因為我時刻嘅想到佢，就感覺到同佢好接近，全然陶醉喺佢嘅愛中。真正嘅敬拜就係咁樣樣，愛上咗主耶穌。喺第8課我的人生目的嘅省思裏邊，我哋思想嘅要點係：我被造係為討神喜悅。我哋要背誦嘅經文係詩篇第149篇第4節上，耶和華喜愛他的百姓。我哋一齊思考下一個問題，就係我可以從掂一件尋常嘅事物開始，將佢當作係為主嚟做嘅呢？